继续来看今年的国庆，嘛是兵团大学连续第35年选出到礼宾人员。今年佫特别互同学来学习到心理学会术，而且摕到证书，他来处理到典礼突发的状况。讲即届这个礼宾人员，佫有人甲明星生做真相共。民团大学国庆的金彩金穗，唔那精神真好，佫有真侪名青面，有升郭伦梅、赵碧琪，佫有温柔版的韩国团体崔胜贤。还是比较瘦的崔胜贤。也有升5空人的吴大成，连老母都会认到佢。他最近有拍一个那个Foodpanda的广告，然后我妈有看到电视就说：“哎，你什么时候接这个广告？我不知道。”所以我们大家都一起说Namaste。有印度同学想要为中华民国做生日。Bonjour, je m'appelle Catherine. Bienvenue à Taïwan. 有人也讲法国话，有人高中就练一寡运动，大家唔那彬彬有礼，佫有一寡功夫，增加击球训练，佫有考到牌。是讲大家平常时拢是穿牛仔裤、衫凊彩穿就出门，即马穿甲遮正经，拢穿西装旗袍，安尼敢会惯势？我们在每次上课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着西装，最主要也是我们想要让自己可以可以模拟整个现场的状况。经过3个月苦练，拢是为着要为中华民国做生日，这学生真正无简单。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